大家好，我係主持人仲希 BB，多謝大家收睇我嘅頻道。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愛的法則。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頻道，記得喺影片下邊撳個訂閱掣同關注我嘅頻道。仲有撳埋全部個啷啷掣，咁一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立即通知大家。而睇完條片記得點讚鼓勵我做下一條片同分享出去，俾更加多人學習。呢個係未經授權嘅非官方翻譯，而翻譯只作參考。粵語原文有任何差異，敬請原諒。分享題目：愛的法則第16至第21頁。愛的形式。愛有好多種唔同嘅形式，從同情之愛、友誼之愛到柏拉圖式之愛、盟約之愛、倫理之愛同博愛。需要注意嘅係，呢啲愛嘅形式只係作為主要形式出現嘅愛，而喺兩者之間仲有好多其他形式嘅愛，佢哋構成咗主要形式嘅等級、層次等等。每種愛嘅形式都以自己特定嘅方式同特質構成一種特定指向嘅愛。呢種愛針對嘅係特定嘅事物，例如為咗一個人，或者為咗同呢個人嘅某種特殊關係。呢個就係我哋前邊所提及嘅。因此喺呢種形式下，一個非常特別嘅愛情結構就會產生。呢種結構由愛嘅形式所定義，亦就係根據愛嘅關係而定性嘅。特別係對於人類而言，愛係人類與生俱來嘅一種能力，能夠同其他人建立一種強烈嘅正面關係。然而，我哋必須特別注意嘅係愛，或者更確切咁講，所有形式嘅愛都可以用兩種方式嚟發展同創立，亦就係有效嘅形式及感情嘅形式。真正嘅愛或者各種形式嘅愛只會存在喺人類純粹嘅精神領域，亦就係喺感知中產生同發展。然而，呢啲只能夠透過有意識嘅經驗先至能夠發生，而智慧嘅愛或者愛嘅形式先至能夠喺感知中發展、塑造同創造自己。由於智慧嘅愛、真實嘅愛或者愛嘅形式喺感知中出現，感知嘅愛或者感知愛嘅形式呢個名詞亦都被使用喺人類精神世界嘅感官領域中，透過經驗與智慧而產生真正嘅愛或者愛嘅形式，係會放射到物質身體嘅半物質心理領域中。喺嗰度，佢哋會透過情感世界以興奮及敏感嘅形式被人意識感知到。呢種真正嘅愛係一個人喺高度敏感嘅經驗中所體驗到嘅。佢唔會受到任何高低起伏嘅影響，因此亦唔會受到任何妒忌嘅影響。而嚟自精神領域情感世界嘅靈性之愛中，則絲毫唔會出現丁點兒嘅妒忌。真正嘅愛，愛嘅形式
係由感覺嘅領域中以經驗及智慧創造出嚟，喺人與人之間，或者係生命形式與生命形式之間緊密相連。佢哋只會以正面平衡嘅方式出現，因此從來唔會受到波動嘅影響。冇任何事物或者任何環境能夠損害真正嘅愛，以及愛嘅形式嘅絕對安全性同穩定性。因此，佢嘅強度永遠唔會不穩定，只會隨住進化而增加。每種形式嘅真愛都會與萬事萬物有關，因此亦都與每種生命形式嘅每種存在有關，但係總會依據特定嘅形式，即使會因為愛嘅程度、強度與深度而出現等級，而每種形式嘅真愛喺佢本質及其方式上都係包羅萬象嘅，唔會受到任何事物嘅負面影響，亦即係話佢唔會減低或者消散，唔會變幻無常，亦絕唔會受到攻擊。佢擁有一種不可動搖、不斷發展嘅恆常性，永遠唔會受到任何波動嘅影響。真正嘅愛，或者各種形式嘅愛，會隨住一個人嘅理智發展，而喺其內心逐漸形成。其中，理性與理智為至關重要，佢哋決定咗點樣安排同處理所有事情，包括呢啲事情係積極嘅、消極嘅，定係保持中立及正面平衡呢？如果理性與理智決定選擇中性、正面平衡，咁樣創造真正嘅愛或者愛嘅形式道路，亦都會被標示出嚟。當然，理性與理智取決於一個人嘅整體進化程度，因此只有達到一定程度嘅進化階段，先至能夠發展出真正嘅愛。對於真正嘅愛與愛嘅真正形式，即係有效之愛嚟講，情感嘅愛或者愛嘅情感形式，亦都係存在嘅。佢哋嘅名稱同愛嘅真正形式都係使用相同嘅名稱，所以亦稱之為同情之愛、盟約之愛以及倫理之愛等等。正確嚟講，情感嘅愛應該被稱為情感嘅愛或者感覺嘅愛，佢所有形式亦都應該咁樣稱呼，因為呢啲愛嘅形式係由人類透過自己嘅思維同意志所創造嘅，根據視覺、聽覺、情感、感官印象、衝動、信息、內容及感知，因此喺以呢一種方式創造愛嘅形式時，好多物質與半物質因素喺創造愛嘅情感產生過程中起咗決定性嘅作用。思考同感覺喺呢啲過程中起咗最重要嘅作用。佢哋透過意志發展出虛假嘅愛、感覺或者情感嘅愛，
呢個過程完全基於人嘅思考及受到思考影響嘅感覺，從而產生或者表達出情感嘅愛。呢一種意味住一個人透過自己嘅思考以及受到思考影響嘅情感，同自己意志相結合，喺情感上引發咗一種狀態，使自己誤以為與其他人建立咗積極嘅關係等等。為咗上呢種關係非常之脆弱，只係建立喺虛假嘅情感、虛假嘅想法、虛假嘅慾望同虛假嘅意志上。因此，當愛以呢種方式嚟建立時，就會產生情感化，強調感覺嘅愛。呢啲適用於每種形式嘅愛。為咗產生製造情感上嘅愛、情緒上嘅愛，強調感覺嘅愛，或者純粹感覺上嘅愛，又或者簡單咁講，感情上嘅愛。人類可以利用好多唔同嘅事物，從中產生思考，從而產生某啲特定嘅感覺，然後透過自己嘅意願，將呢啲感覺轉化為一種體驗關係，從而對另一個人或者任何其他生命形式產生情感上嘅關注。對於某種激情、某種愛好、某種音樂，又或者其他藝術形式、某種風景、某種物品或任何其他事物產生情感上嘅關注。因此，聲音、人物、身體、嗓音、形狀、說話方式、動作、衣着、職業、財富以及無數其他事物，都會引導人類進行思考，並且由此產生情感，形成與其他人嘅體驗關係，亦引發起情感上嘅關注。情感愛即係由人嘅意志所引發嘅，基於各種視覺、聽覺、感覺、觸覺、觀感印象、各種資訊及感知等所引發嘅情感愛嘅形式，其性質總會係同相關人物嘅性格穩定性同持久性一致嘅。呢個意味住，當某人嘅性格被評價為越穩定、越堅定時，情感上嘅愛就越穩定、越堅定。當人格越係唔穩定，越缺乏立場，情感嘅愛或者相關情感愛嘅形式就越唔穩定。由此可以清楚無疑咁睇出，情感或者情感上嘅愛情與愛嘅形式喺強度上會經歷巨大嘅波動，從欣喜若狂到悲痛欲絕都有可能發生。道理好明顯，呢一樣亦表明呢類情感戀愛形式可能會經歷緩慢或者突然嘅變化，甚至突然轉變為憤怒同埋仇恨。據證實，
呢啲往往會導致謀殺同殺人等事件。情感愛或者情緒愛，以及佢所有嘅形式，通常亦都伴隨住妒忌。呢種妒忌往往會演變成極其破壞性同致命嘅形態，甚至會導致整個家庭同氏族成為犧牲品。呢啲事件實際上只存在於情感愛中，亦即係人類透過自己嘅思考同情感生活，根據需求同意願喺不知不覺中喺自己嘅內心產生，唔受控制，而且對自己產生咗錯誤影響嘅情感愛嘅形式。佢哋冇意識到呢啲愛嘅形式只不過係虛幻嘅想像，係錯誤產生嘅慾望、快樂、觸覺、聽覺同視覺幻象等等，基於冇辦法以任何方式加以控制，從而無法達到平衡嘅因素。呢啲都係事實同表現形式，正正出現喺情感愛或者情感愛嘅形式中。佢哋與真正真實嘅智慧同感受之外，以及佢哋所有形式截然不同。愛情與愛情形式係一個自古以嚟就吸引哲學家同科學家關注嘅話題，但係直到今日為止，佢哋仍然冇辦法探明真相，亦冇辦法解釋清楚。當然，喺幾千年嘅時間裏邊，佢哋制定咗一啲準則，亦獲得咗一啲認識。但延至今日為止，佢哋仍然未揾到能夠俾出詳細解釋嘅關鍵點。因此，等我哋嚟睇睇哲學家同科學家等人，延至今日為止，佢哋喺愛情同愛情形式方面所構思同疊編嘅內容，並且喺詞典編纂者下用咗以下嘅方式嚟描述：愛情與愛情形式係人類存在所賦予嘅能力，能夠與其他人發展出強烈嘅情感關係，尤其係積極嘅體驗。呢個係一種對其他人情感嘅關注，以唔同嘅形式表現出嚟。唔同時代同文化對行為規範嘅體驗、理解同規定。以類別比較而言，生活方式亦可以指自然界中嘅生物、動物、植物、事物，例如金錢、書籍、活動、集郵、徒步旅行，或者理念、祖國、自由、榮譽。被稱為愛嘅人際關係之所以具有獨特之處，係在於其價值超越咗目的與手段嘅考量，能夠喺對方嘅存在或者愛嘅本身中體驗到。因此，愛既唔能夠歸屬於主體，亦唔能夠歸屬於佢嘅對象，而係存在喺戀人之間所形成嘅想像同體驗空間之中。而呢個空間又透過佢嘅對話性質而存在。佢嘅對話性質
改變或者決定咗參與者嘅存在。愛係人類多種情感紐帶嘅統稱。情感紐帶係基於對價值嘅肯定，而呢一種肯定喺理性上冇辦法完全解釋到嘅。個人化嘅愛存在於伴侶之間嘅性愛中，親屬嘅愛則表現為父母之愛，尤其係母親之愛、子女之愛或者手足之愛，以及對族群、民族同人類之愛、社會愛、人道愛、博愛。基於同理心同親昵感，唔會帶住明顯暗示嘅愛係同情，與之相近係溫柔。與物質相關嘅愛嘅對象可以係具體事物、金錢、財產，亦可以係抽象價值、真理、自由。喺宗教領域中，呢種形式以對神明嘅愛為最高境界。今日嘅內容到此為止，希望影片能夠幫到大家。喺影片完結之前，多謝大家收睇我傳描片，下次再見，拜拜。